来看屏东东港3年一考赢王平安祭典2月就要起鼓咯。今年祭典头一摆用海产来做相邻相互的装置，其中这龙的蓝呢是用这乌鱼子贴起来，也那红红的身躯是用鲫鱼做的，现场乌鱼子就用千外斤。祭典大总理表示，赢王祭典结束了后，这乌鱼子加鲫鱼拢会分予信众，绝对袂讨这物件。 东港的好体公园边啊，民众伫咧街仔路徛几排，大家拢伫咧用手机啊来翕这对龙凤。这毋是普通的祭典装置尔，真足啊！甲看贴伫咧这只龙身躯顶的蓝，拢是一片一片的乌鱼子，就连徛伫咧对面边的，拢片会着乌鱼子的芳气。民众拢讲有影是真壮观。伊拢搭一个白楼尔啦，搭白楼。系啊，无讲即个讲用只龙凤安尼啦。 讲我一次咧挂开100几万呢。哦，也足水哦。今年都加新年啦，0年啦，啊0年本来要用2尾0啦，啊9月出杯爱两只凤啦，到用乌鱼子做0的蓝啦，姜是咱咧做头还有一个人客叫江山啦。 祭典大总理表示，这2对龙凤工人开3天的时间才完成，计共用1600斤的乌鱼子，搭伫咧红红身躯顶的鲫鱼嘛有500斤。这嘛是东港赢王平安祭典头摆下重本出现遮尔啊显目的装置。毋过，就有人质疑讲，安尼敢会伤过无彩？祭典过后，乌鱼子敢会变质，全讨济去？庙方讲，因事前拢有做实验。是往这个无包装的较安全，就迄个雨来雨啊，安这来去拍来过一段时间的超过10天，拢也有遮子，咱拢有试过啊。阮的盐度就30度以上。这嘛是工作生活啊，大家吼，大家分，大家食，这算新入的物件。为期8天7暝的赢王祭典2月就起鼓咯。东港好体公园边这对双龙双凤，毋那声人目，搁替祭典增加袂少话题。记者柯昭荣，屏东报道。